过台北市来看宜兰县长林志妙甲因查某囝林艺玲涉嫌贪污甲洗钱罪，互人起诉。对此，民进党的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就伫节目中就表示讲，有民众看到林艺玲伫县长办公室、县政府资料，阁有迄个七无清气的鉛笔痕，讲林艺玲是地下县长。林艺玲透过公开信否认是地下县长的指控，更加批评江聪燕是咧讲白贼话，爱提出证据，若无就讲要甲告。 编造故事哈，这个未审先判，引人入罪。宜兰县长林志妙和查某囝林艺玲互地检署起诉。今日透早，林志妙参加公开活动，面对媒体甲问，伊的回应真有信心。会不会担心民调被影响？因为现在好像落后了。宜兰乡亲都很了解资料，简单做人，认真做事。不过，民进党无要放伊煞，宜兰县长参选人江聪燕上节目的时，佫讲林艺玲是地下县长，讲有民众去县长室拜访，看到林艺玲坐伫办公室，县府的公文甚至佫有无七号清气的鉛笔痕。面对指控，林艺玲嘛伫社群媒体发出2千字的长文来反击。伊讲白贼话是会惯势的，以身家佫有性命来诉诉。江聪燕提出具体资料，若无就会回失咧。林艺玲嘛讲，唯一会去县府，都是摕点心去看妈妈，烦恼妈妈拢无食饭，结果煞互工作安尼。另外用鉛笔写公文的分者，若是江聪燕无证据，就要甲告。依你是要告江聪燕？系啊，伊讲要告江聪燕，你敢知？查囝讲要告江聪燕，林志妙笑拢无回应。安怎解决涉嫌贪污的争议，得到选民的肯定，嘛变做林志妙爱面对的难题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